殡仪馆、火葬场等设施，拢是民众无愿意做厝边的建设，因此市府对民国101年就制定殡葬的回馈办法。当初伫个南区的大拿、大中、甲着大运等里，每里回馈50万，里长用来作为地方的建设，包括设置监视器等。但后来回馈金却一档比一档减少，今年甚至减到剩1/3。互里长认为，连维修的费用拢无够。每年的回馈金的一些经费的预算规划，其实我们在前年都已经想好了。即突然给我们3年2/3，事先也没有先跟我们地方来做进行沟通，会造成我们在实行一些很多，不管是建设上或是福利的一些发放上，会造成非常非常的大的困扰。里面会觉得说，为什么突然就这个没了，那个没了？说真的，像我本来从25万，现在剩8万块。说真的，能够做些什么？不行。今年锐减的殡葬回馈金，你像我们每年都会发放给里民每一户。比如说你登革热疫情的话，我们发放那个防蚊贴片啊、防蚊液啊。比如说 SARS 来的或怎么样的话，我们会发放一些口罩啊。那我们全里大概是2000户嘛。那2000户，你今年金额缩减，那其实我们里长，我们不知道去怎么面对里民。他如果在询问呢，我们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？里长为什么殡葬回馈金会少？监视器歹，里长你唔拢去整好看，你拢无钱维修吗？经过里长的订正，议员林美燕上午嘛邀集市府、民政加着殡葬管理所来协调。议员认为，殡葬管理所的收入是一档比一档增加，但回馈地方的经费却一档比一档减少，并无合理。你袂使摕阮的肉去互别人吃啊！你敢唔减薪水啊？你敢唔减你家己福利啊？你为什么想到说，只想到我们里面的回馈越来越少？阮台湾的，阮台中人，阮大中里在地的规个病，我讲肯定因兜，伊较侪10几万尔。伊面对的因的里面偌济，你安知？阮这加起12000几个迄款的人，户民啊！你们这样对待我们大林地区？对此，市府民政局主笔回应，殡葬管理的基金运作是有盈余才有回馈，但议员认为，依照殡葬所去年2.6亿的收入，今年增加到2.9亿，为何回馈会减少？对此，民政局表示会来检讨回馈的办法。现在因为这个回馈机制是101年订定嘛，那当然有一些如果说不合时宜的这个部分，今天那个议员的一个建议跟里长的声音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们会回去再做一个检讨。那怎么来看，就是回馈金的一个使用机制，怎么来做一个检讨演绎？除了回馈减少，另外当初的承诺势必袂用的来增加，但现在议员却发现，火葬场除了原先的10个炉，现在佫新增加6个。对此，殡葬管理科嘛回应，考量着税收。目前还是维持10个火葬炉的运作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